来看这南投县集资8月人口呢是无到1万个人，即马镇公所是来推出设户口摕礼金的活动，只要把这户口刷起到集资，而且呢到明年8月底嘛拢无刷走，安尼一个人就会当分到5000块的礼金。 南投县集资镇过去把互人选做全国10大观光小城，不过南投县最近这几年因为人口老化、人口外流、人口数直直落，其中集资镇是目前人口唯一无到1万的所在。集资镇公所为着鼓励民众搬来集资，即马开始到明年5月31期间，只要把户口迁到集资，而且到明年8月31拢无刷户口，就发予每一个人5000块的礼金。政策是引起民众无共款的意见。毋是咱遮的人啊，多工课多伫咱集资镇遮工课，都有即个活动吸引我。 后来刷来迁入咱集资镇。我本身是直接在地人啊，所以这5000对我来讲，看会到，看袂到咧。住在南投的民间乡，所以我觉得如果还要再迁进来的话，有点更麻烦。南投县选委会表示，根据地方制度法的规定，人口1万以下，向定名市民代表袂当超过7人。 另外，因为在违法的关系，人口无到1万，来自中央和县府的补助买变少。集资镇公所指出，希望用礼金吸引人来遮设户口，鼓励更侪人搬来遮感受遮的宁静味。在人口1万以下的时候，那个代表席次不得超过7人。来遮大一站嘛吼，大，比如讲那大量来讲真正适合，我们也欢迎哈，他那个我们的全国的好朋友哈，能够常住在我们集集。 集资镇公所表示，明年9月就会开始新查，上紧明年11月，符合规定的民众就会当摕到每人5000块的礼金。记者辛平仪南投报道。